在地人在地正在关心台铁消息，台铁成功站甲对分站，这是互人真介意的两个站，更加是连接山线甲海线铁路重要路段。为了这个解决山线甲海线铁路班车真困难的问题，交通部用2年的时间，伫早起正式宣布双规划完成啊！若成功对分站这个班次为本来22班增加到26班，这海线的居民嘛免先到彰化，就会使直接坐山线的火车。 交通部长林佳龙化身做铁路站务员，手摇车铃啊，宣布对分成功单双规划正式通车。好，祝福大家追分成功，成功追分，谢谢。两站连起来名真喜气，嘛是连接铁路山线、海线重要的路段。但是过去这铁轨路只有单轨，因为有火车的考虑，班次变得上多，而且民众要山海线互相转乘，搁要走到彰化。 即马随着双规划通车，两个问题拢解决啦。陈追线它的班次就会先从22班增加到26班，可以串联这个3线海线的地区，也把中彰头苗可以串联在一起。 交通部也搁规划未来加上海线全面双规划了后，班次会搁再提升到50班，加上高铁捷运的强固系统，乘客会当随意转乘，节省搁较侪时间。